徛在地看世界，针对中国的抖音，美国到底是要甲封杀，也或是要甲买起来？美国的总统川普来下最后的命令，讲微软若伫后个月15号进前无顺利甲抖音买起来，就要全面甲封杀。川普阁讲，这个微软若是顺利甲抖音买起来，美国政府要抽啥？美国微软公司要买中国第影音分享平台 TikTok 这案件正在进行。川普总统放条讲，爱微软伫9月15进前的完成，也若无会全面封杀 TikTok。一向真敢讲的川普伫一项记者会又阁讲，若是收购完成，美国政府嘛爱分红。We think we deserve to have a big percentage of that price coming to America, coming to the Treasury. 川普安尼一个讲，伫美国引起大家讨论甲批评，有学者批评讲真正无适当，嘛无法律根据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伫例行记者会是骂美国是咧霸凌，这完全是政治操弄。美国的态度真强硬，一定要买 TikTok 的母公司。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伫之前发布公司内部的信件内面就讲，虽然无认同将 TikTok 甲卖出去，不过无目步啊。佮听讲拍算要将伫北京的总部搬去英国的伦敦。